以下節目只反映節目主持及嘉賓意見。三個老外一個墟，主持喬寶寶、杜偉傑、何國榮。歡迎大家嚟到三個老外一個墟，耶！今日好開心啊！我哋請到 Hotcha 嘅 Crystal。大家好，我係 Crystal 張文嘉。Hello， 張文嘉你好啊。係啊，你好啊。咁啊，我記得我都同你合作過嘅，但係雖然唔係一齊唱啦，但係都係同台演出。係啊，好短暫嘅時光。係啊，係啊，好開心啊！但係見到你哋三個，尤其是你啦。咁我覺得我哋三個老外一個墟咧，嗰個三字同你都有特別嘅淵源喺度啊。嗱，Hotcha又係三個啦。係啊。咁你嘅即係嗰個三字咧，都同我哋一個咧就23號啦。嗱，一個23號都係3啦。咁啊，何國榮啊30號亦都係3。咁啊，你21 2加1又係3，我都係23。係咩？我爭啲想講翻我真係幾多歲，然之後就可以爆自己。16歲啊嘛，13歲嗰個三字真係好敏感啊。23歲咋？係啊，21 2加1。咁嗱，我知你哋 Hotcha 都好成功啦，咁亦都係香港第一個3個女子組合。係啊。咁very good 嘅。咁你而家好似都你哋唔係好獨立。係啊，我哋而家就獨立發展咯。咁因為之前3個人嘅時候，我哋都發展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好開心嘅嗰個時光，即係我而家諗翻起，即係我哋會成日一齊去出埠啊，去玩啊，即係一齊經歷一啲好多高高低低。咁但係當然我哋中間自己都會有自己想做嘅事嘅。咁所以即係我到最後都係不如試下獨自發展，咁睇下會唔會有啲乜嘢自己想做嘅嘢可以發揮到出嚟。咁而家就我哋係喺呢一個階段咯。係啊，你係咪想做主持人啊？咁講起主持咧，都最近有一個新嘅嘗試。我自己真係做咗一個電視節目嘅主持。哇，好嘢喎！係啊，因為嗰個節目係叫新聞青時代，咁啊就係專介紹一啲文化藝術嘅嘢嘅。咁因為之前我自己有做舞台劇啦，咁又有出書啦，咁所以就即係透過呢個節目就好似帶大家去睇下香港究竟有啲咩作家啊，或者佢哋有啲舞台劇界嘅人，一啲文化嘅嘢咁樣咯，即係介紹啲新嘅嘢俾大家咁樣咯。係。咁我呢個有個問題啦，因為咧我哋做呢行咧，好多人成日講話香港嘅藝術係麻麻地嘅，所以我好抗拒呢句說話，我唔同意嘅。但係我想睇下你做咗呢個節目嘅時候咧，你對香港嘅藝術有咩嘅睇法咯？我覺得佢哋係即係其實唔係冇噶，只不過係冇空間俾佢哋俾人哋知啫。即係呢個係我覺得最可惜嘅地方。即係譬如可能香港有好多好有想法嘅藝術家，佢哋會做好多 exhibition 啦，佢哋會好透過唔同嘅即係渠道，希望可以將佢哋嘅藝術嘅作品去俾到大家睇。但係香港人太快啦，即係佢哋冇個空間，冇個時間去靜落嚟去吸收呢啲嘢，或者去睇呢一啲嘢。咁亦都唔係咁多渠道啦，因為香港人都係即係會好想話快啲去完成一件事，或者去賺一啲錢。咁但係藝術嘅嘢就係要去慢活，你先至會去感受得到咯。咁所以其實真係相對好老實嘅，相對台北，因為我哋嘅節目都有去台北去拍嘅。咁相對台北係發展得冇咁好，但係我唔可以形容為香港嘅藝術係即係死咯，即係唔算係死咯，只不過係唔係好多人留意到咯。係我都幾同意你嘅睇法咧，就係即係大家掛住揾錢，咁啊藝術絕對唔係快嘅錢。但係好似你睇美國荷里活咁啦，波利活都係啦，呢啲唔係一晚之間就揾到好多錢啊，係慢慢鋪咗路啦，係啊，係啊，所以都即係透過呢個節目又可以幫到啲藝術家去俾多啲渠道，佢哋即係俾多啲人知道佢哋其實係做緊啲乜嘢咯。係啊。咁你話台北啊，咁會唔會係講國語咧？即係你哋嗰個節目？其實個節目都唔會講國語，不過我哋做訪問就要講國語，即係介紹嘅時候都係用廣東話。但係我哋做訪問，譬如同一啲藝術家或者佢哋有啲作家啊，同埋一啲專係，因為好得意嘅，台灣係會興一啲好多雜誌嘅，好多文藝雜誌嘅，咁同佢哋啲編輯做訪問就有機會要即係講國語咯，係啊。
會唔會即係 budget 嗰方面，即係可能政府做得唔夠啊，同埋啲人睇未必會肯抌咁多錢去睇啲藝術嘅作品？可以咁樣講，我又唔可以話政府抌唔夠錢，只不過係就算有做嘅嘢，但係香港人冇嗰個時間，即係佢哋唔會有一個好悠閒嘅心態噶嘛。你要慢慢去欣賞，你要有時間噶嘛。但係香港人一放工咧就食飯，一食完飯就翻屋企噶啦，就唔會諗住我哋慢慢行下博物館，慢慢行下咩畫展啊，就唔會咁樣諗嘢噶嘛。同埋由細到大，我哋都係灌輸就係大個就係做一樣揾錢嘅嘢，即係我哋個社會本身係灌輸喺一個咁樣嘅環境下長大。讀書係分數。我哋唔會諗，其實藝術係冇分數噶嘛，即係我哋連讀 art 都要有計分嘅。咁其實藝術本身係一樣冇得計好同埋唔好嘅嘢嚟，只係你喜歡唔喜歡嘅啫嘛。咁喺呢啲咁樣分數嘅環境底下成長嘅香港人，其實佢哋係好難去咁樣慢慢去從唔同嘅角度去欣賞藝術，即係我覺得對佢哋嚟講係有難度嘅，係啊。咁其實你畢業嘅時候咧，你諗住係做藝人啦、歌手啊，定係做舞台劇，定係點樣？即係其實你想做乜嘢？其實我讀書嘅我細細個就好中意唱歌嘅，即係我都係我但係冇咁大想頭去諗做一個歌手，完全冇。咁但係所以到大學嘅時候咧，我揀科都係希望可以做一個新聞嘅從業員，即係一個主播，即係希望可以即係透過自己嘅一啲用新聞呢樣嘢去講一啲事實俾大家聽咁樣嘅。咁嗰陣時好有抱負咁樣讀咗個大學咁樣啦。咁然之後真係讀到中間嘅時候，都係新聞系嚟嘅。佢算係傳媒系咯，即係全讀 communication 係啊 communication。咁跟住到我讀到咁上下嘅時候，就突然之間人你有冇興趣？因為我嗰陣時喺大學係跳舞蹈學會嘅，係啊，即係嗰啲哇好開心嗰啲跳舞學會。咁啱佢就即係想揾人做歌手。咁我啲 friend 就即係做組合。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就我簽公司已經知道係做組合噶啦，我就唔知道自己即係冇諗過自己今日係會做一個獨立歌手咁樣啦。咁嗰陣時我就係咁問啲 friend，死啦，好唔好簽啊？好似真係好好玩咁樣喎。咁同埋加上個個都覺得，你咁中意唱歌，你不如試下啦咁樣。咁就真係誤打誤撞咁樣就加入咗 Hotcha 咯。咁一入咗第一年嘅時候，我個心態都係，我初好記得我入行嘅時候，我係諗，玩下啫，如果唔得咪算咯。咁樣就都係玩一年咁樣，即係覺得自己唔會話即係做一個歌手，因為當年我哋公司暫時都淨係得我哋同埋黃浩信係 artist 嚟嘅啫嘛，即係我哋唔係啲大嘅 brand 嚟嘅嗰陣時。咁後尾咧做咗第一年之後，哇！原來自己真係可以，好似真係可以令到自己有喺呢個空間裏邊俾你去唱歌嘅。原來呢樣嘢係你可以發揮嘅，你中意嘅事情係可以成為你嘅工作。咁嗰樣嘢就，我記得我之後就好勤力，好想去，希望可以即係做得更加好咯。我都覺得呢樣好重要啦。你做一個工作，如果你好中意嘅，你會好投入，做得好開心。即係好似啲人成日問我哋拍電視劇辛唔辛苦啦，我就會話睇你嘅心態嘅啫。你中意做嗰樣嘢啦，就算你要嗌嘢啦，唔夠瞓啦，你都會投入，會中意嘅。所以呢個好重要。如果多啲人，我都好中意鼓勵多啲人做你中意嘅嘢咯，咁咪更加容易揾到錢嘅。其實係啊，心態嘅啫嘛，真係一個。如果你專注或者你中意嘅時候，你會特別專注噶嘛。咁慢慢你就唔知點解會即係錢，當然都係一個好令香港人覺得哇好辛苦啊，好似揾錢咁樣。咁但係我覺得當你中意做自己做嘅嘢嘅時候，你賺到嗰個快樂，其實都係好難去用錢去計算咯。係啊。咁你中意做呢個歌手啊、藝人啊、拍 drama， 即係 drama 你電影同埋唱歌多啊 ，drama 咧？drama 即係電視劇啊，電視劇真係比較少，又冇呢啲咁嘅機會。咁點解唔嘗試或者我都好想啊，我都好想試下拍劇，因為我係因為舞台劇，所以越嚟越中意做戲，真係嗰個滿足感好大嘅，即係喺做戲。但係舞台劇係好嘥時間，未必揾到好多錢。exactly。但係我都仲堅持去做，其實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哇，原來我有咁中意嘅，即係有咁享受。因為個過程好老實，真係唔係揾錢嘅嘢嚟嘅。
第一，第二就係佢花你好多時間，即係我哋排一個劇可能做3場或者4場，但係我哋係排緊一個半月咁樣，而每一晚 on show 係嘥你好多 energy 嘅，係絕對一個好困身嘅嘢嚟，同埋你同個角色係要好長時間一齊相處，去點樣去雕琢佢。咁但係我覺得係個磨練嚟噶，真係到你我每一出舞台劇做完之後，我個人都係唔同，即係我個人所有嘢都 upgrade， 會學識咗好多嘢。譬如每一次，譬如最近我做緊一個喜劇咁樣，因為我以前係好少喺舞台劇接觸喜劇嘅，咁喜劇就有種節奏噶嘛，即係你會開始慢慢學識玩嗰種喜劇嘅節奏。咁呢啲又係一啲我未必做歌手，我未必做到，未必學到嘅嘢。咁所以每一次舞台劇都係一個訓練啦。咁你話係啊，冇搵咁多錢嘅，咁但係我覺得每次做我就當嚟上堂咯，即係你學嘢，咁付出咗一定會有一定嘅收穫嘅，即係假以時日你一定有得用。所有嘅 job 其實都係唔同嘅，係啊係啊，你唔需要刻意去學嘢噶嘛，因為每一個導演係唔同嘅，故事係唔同嘅，角色係唔同嘅，人係唔同嘅啦，你每次都會學到啲嘢嘅。咁啊，即係因為我都舞台劇我都做咗20年啦，係啦，我哋三個主持人做得最多啦，就係偉哥。我有睇天堂之後，你睇咗？我睇咗，係啊，我睇啊，係啊，嗰都學到嘢噶啦，所以盲人嘅感受我都明嘅而家，真噶，因為我哋試過嗰陣時咧係有練習嘅，即係我去咗呢個黑咩係館嘅，即係有一個即係扮盲人嘅館嘅，去咗嗰度咧。咁另外咧就我哋彩排嗰陣時，如果出去食飯啦，我就會揾隻手搭住我老婆嘅膊頭啦，咁啊全街行咧係唔開眼嘅，咁啊只係跟住佢，即係上膊落膊，行過馬路入餐廳，全部都係唔開眼嘅。咁啊，你係靠嗰隻手，同埋你係靠你聽到嘅嘢，就去帶你行噶嘛。咁啊，就個感受係唔同嘅。係，所以舞台都有好玩嘅地方。不過係真係賺唔到錢嘅。係啊，真係賺唔到錢嘅。但係你喺演員方面咧，你學到唔少嘢嘅。咁如果你到時啊，即係你哋有機會拍到 drama 或者拍到電影嘅，係極之有用嘅，drama 可能出嚟嗰個感覺咧，就俾人可能特別睇好啊，即係會多啲機會出嚟完成，會快啲咯。即係我都希望有一個咁樣嘅機會，即係可以快啲俾多啲人認識，因為始終舞台劇都可能入場觀眾比較少，見到你嘅機會又比較少，咁所以希望日後都有機會可以做到電視劇咯。咁我哋一陣間我哋 break 之後繼續講呢樣嘢。咁而家我哋就播一首好特別嘅歌，就係 Crystal 係最佳男主角。殘酷戲碼被塑造像童話，台詞是屬於這戲劇奇葩，是你想這傷口結疤，又要想我多點念掛，所以你演出這笑話，曾是天天共對過到炎夏，為何現在竟要獨自回家？沒預算你鬆手拿下，竟懂得飾演專家，完全沒有偏差的推翻一切代價。再多都知道怎可算盡結尾會是誰過錯，痛已夠多都不要多，作細詞來讚我，好得於模範一個，犧牲得最多，給我甜言無數，一個熱吻使我醉倒，轉眼又刺我一刀，這劇痛難忘到水天天虛耗，無謂在車上努力彌補，祝我愉快找到更好，好比輕
更好，沒有必要同情令我更糟。再多都知道怎可算盡結尾會是誰過錯，同意夠多都不要多，作誓詞來讚我，好得與冒犯一個，難受變更多，給我甜言無數，一個熱吻使我醉倒，轉眼又似我一刀，這劇痛難忘到水天天去何，無謂在車廂努力彌補，祝我愉快找到更好，好比兄妹的態度，仍不想跟我共抱，直接講不喜歡更好，沒有必要同情令我更糟，何妨承認我這枷鎖已不耐看，告訴我放開我難遺忘，然後又把針都攀得到安慰我狀況，給我熱吻使我醉倒，轉眼又似我一刀，這段戲極俗套，結果一早知道，亂要你擦眼努力彌補，當這幕戲經已結束，不需虛假的愛慕來證實跟我遇上，就此找到一生最好，但看穿了其實是你太早。用手機上網真係好方便㗎，但係一個唔覺意用多咗流動數據就要俾多啲錢㗎啦。唔想咁樣就要清楚服務計算方法，同埋經常留意數據用量。尤其喺外地用手機上網，最穩陣都係用定額收費嘅數據漫遊服務，或者買一張喺目的地用到嘅預繳智能卡。通訊事務管理局提提你，留意數據用量，輕鬆流動上網。綠色嘅電台新城數碼音樂台帶俾你為環保而盡力嘅經典演唱會。Eagles 樂隊嘅主唱 Don Henley 1993年為麻省嘅 Walden Woods 傾力演出，用音樂提醒各位大自然嘅重要。嚟緊嘅星期一早上10點，新城數碼音樂台，我哋另一次嘅 Rocks Historical Moments。Hi， 大家好，我係 Rachel 鄭子彤啊，我就中意寫作啦。讀大學嘅時候讀中文系，所以我就中意國語歌，因為國語歌裏面咧就好有詩意，啲歌詞寫得好靚噶。當然我都中意為大家推介好嘅音樂啦。我主持嘅國語力啊，為你搜羅最精彩嘅華語新歌、舊歌，都會同你一齊去重溫噶。記得啦，逢星期一至五晏晝11點至到12點鐘，聽實新城數碼音樂台咧。生活有歌，快樂由我，新城數碼音樂台。三個老外一個墟，主持喬寶寶、杜偉傑、何國榮。歡迎翻嚟，三個老外一個墟。我係喬寶寶，我係杜偉傑。今日個墟係特別大㗎啦，因為我哋有特別嘉賓嘅，今日唔係三個老外，係三個老外加一個靚女。係啊，爭住型添，爭住型。Crystal 講咗好多舞台劇啊，同埋佢自己演出嘅表演啦。咁你擇偶條件有乜嘢？擇偶條件啊，其實我都幾麻煩㗎，即係我又唔會話點講咧？我會中意男仔係
佢是但一定要有一樣才華係佢嘅才華，一定係藝術或者表演嘅嘢，即係音樂啊，即係最好就係識音樂咯。其實通常音樂型嘅男仔都比我吸引，即係我會吸引。點講咧？即係我會係啊，即係識音樂啊，或者可能你係識得表演藝術啊咁樣，因為 instrument 都 OK 嘅。係啊，因為咧我係如果你係一個做生意嘅人咧，我係有少少唔係好識得去溝通。點樣諗嘢噶嘛？係啊，但係喂，有機會做生意揾到個好歸宿喎。係啦，咁我唱片公司成日啲啲高層都笑我，因為話你啊嫁唔到有錢人噶啦，你成日中意嗰啲即係都係啲即係藝術家或者即係做音樂啦，或者做即係我會覺得如果你係譬如識得音樂、識得戲劇，或者你 even 識得畫畫，總之係一啲 arts 嘅嘢，咁我會覺得我會升到多啲咯，個人係啊，即係咯，同埋。雖然因為講完之後，佢就會話其實女仔最中意男仔有才華，就係咁樣咯，係啊。咁你會揀華裔啊，或者非華裔？你有冇興趣咧？我又冇特定，即係以前咧，我就會話我一定要係香港人，因為容易溝通，或者一定要係咩人，或者一定要大過我咁樣。但係而家就唔會咁樣諗。香港人都有洋人，有南亞裔，係即係唔係一定要華裔嘅人士咯，係啊咁。但係又好少機會碰到唔係華裔嘅男仔咯，係啊，即係我移民啦，唔係喎，即係我都算係有少少迷信豬噶嘛，即係佢哋咧啲上司成日都話啊，你有嗰啲寡宿命啊，即係一係咧就同自己大過自己好多或者細過自己嘅人一齊，一係咧就係同唔係香港出世，即係唔係香港出世嘅人一齊咯。咁樣咯，即係佢哋話呢個名咧就要咁樣咧就會化解咗噶啦，咁樣咯。咁而家有4個地方俾你揀啊，蘇格蘭啊、澳洲啊、美國啊、印度，你會揀邊度？蘇格蘭、美國、澳洲同埋印度啊，我諗我會揀美國啩，係啊。點解咁問啊？因為一哥仲係單身。幾時話？識揀喎，知道何國榮澳洲知道印度蘇格蘭嗰個已經。雖然美國仔係比較靚仔啲嘅。唔係喎，我係諗緊即係蘇格蘭都係近英國，其實我都中意英國人嗰啲即係歐洲人嗰啲樣嘅。但係咧。我諗蘇格蘭我唔係好聽得明佢哋嗰啲英文啊，係啊，佢哋嗰啲口音係好辛苦，應該唔會明白，所以我就諗不如譯美國啦，聽得明啲，係啊，就係咁樣啦。你哋咧？你哋中唔中意香港女仔啊？咁你問下一哥啦，非常之中意嘅，真係噶。咁你有冇識過台灣女仔啊？台灣女仔都識過，但係未拍過拖。係啊，你有覺得台灣女仔同香港女仔有冇分別啊？有，一個講廣東話，一個講唔係呢個分別，即係佢哋唔係呢個分別啊。唔係同內地嗰啲唔同，因為台灣嗰個衣着文化咧同香港好接近啊。咁但係都係。其實3個地方嘅女仔咧，我知道有分別，所以我未多，譬如我接觸得都比較多咗內地嘅女仔多過台灣嘅。咁但係可惜。去台灣嘅機會就比較少啦，就所以就未識到啦吓。即係譬如佢哋講嘢，譬如你講台灣女仔同內地女仔講嘢咧，就台灣女仔就永遠係溫柔啲嘅，嗲啲嘅。係啊係啊。係內地就要睇下邊個省就有啲係冇咁溫柔啦，有啲譬如北方就係北方溫柔啲。唔係北方惡啲，粗暴啲，係啊。不過我覺得最重要咧，就應該問下 Crystal 咧，我哋3個之間佢會揀邊個嘅？其實我哋嘅問題就好簡單嘅，我哋3個都係單身，你會揀邊個？哇，好難揀喎！咁禮貌嘅，唔係啊，真係好難揀啊！我諗
咩啊？嗱，三個都有才華咯。嗱，三個都有唔同嘅才華。咁啊，你第一個條件咧，咁第二個條件咧係溝通到噶嘛，廣東話噶嘛，大家都溝通到。咁三個都係男人嘅。邊個住喺香港住得最耐啊？可能咁可以話係我。係啊，應該係你。即係相唔係喎，你住九龍啫嘛，你唔係住香港。我住港島啊。因為住得耐啲咧，用即係我有啲回憶，即係多啲嘢係大家都識啊嘛。即係如果你住得唔係好耐咧，講俾佢聽都唔明啊。你有冇睇過數碼暴龍啊？你有冇睇過美少女戰士？唔係個問題咧，係我個即係我自己嘅回憶咧，當時咧你都未出世嘅喎，咁兩個咧，呢兩個咧就喺香港嘅時間長過你啦，我就反而唔係啦，佢哋兩個喺香港耐過你啦，耐過我，係啊，咁啊，我40年噶啦，以上添啦，係啦，阿何國榮應該我28啦，28年啦，我唔係，我喺九龍出世。係咯，我28年啦，係咯，一個咧，我20年就係今年25歲啊，20年喺香港，係啊，25歲啊，28啦，哇！咁你25年都，咁你哋初嚟香港嘅時候唔識講廣東話，咁點開始？無端端有新嘅主持人啊！唔係啊，我好想知啊，我好想知啊。其實 OK 嘅嗱，係咯，我覺得 Crystal 係絕對有資格咧做，有資格嘅，係啊，諗到我哋自己都諗唔到嘅問題，而家反咬翻我哋，係啊，真係好想知啊，真心啊。咁你咪覺得廣東話係最難學嘅語言嚟嘅喎？你哋知唔知啊？理論上好似話唔係。係咩？好似話理論上全世界最難學嘅就係 Alaska 本土嘅語言。我試過阿拉斯加摩人講嘅語言係咪？因為曾經係因為有啲人咧表面上咧係弱智嘅，但係有啲咧佢係有特別功能嘅。咁啊，其中一個咧，因為我睇過電視啦，咁啊，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可以學一個語言，就可以喺即係短短1個月之內就可以學到係全部通晒嘅。咁啊，嗰陣時係有個科學家去挑戰佢咧，就要佢學全世界最難學嘅語言，就係Alaska 話嘅。哦，但係佢真係學到嘅，咁犀利！1個月之內， 1個月嚟喎，1個月，同埋佢係冇口音喎。真係好呷醋。唔係有啲係天生真係有呢方面嘅才華。係啊。咁你覺得阿 Crystal 你邊方面嘅才華係特別好嘅咧？佢咁多嘅，樣樣都好。Oh my god！最叻啊！你自己啊，真係好唔識喎。你覺得邊方面你特別？譬如可能跳舞啊、jazz 啊，即係你哋三個即係出道都唔同啦。咁啊 Regina hip hop 啊，咁啊 Winky 就比較 funky，咁你就比較 jazz 啲噶嘛。係啊，但係我嗰個專長冇咁實在。我個專長就係我對情感好敏感嘅，即係嗰個情感好敏感意思，即係好容易有一啲嘢會觸動到我。喊啊，或者我會有我同感咯，即係譬如有啲時，你聽音樂聽到啲感動嘅音樂，你都會感動到嘅，即係自己會有一種情緒喺個心度，即係其實我好 sensitive 嘅，